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2月初1，诗篇22篇就安尼讲：我对出母胎就交托你，对我出世，你就是我的上帝。三角来祈祷，对阮出母胎就看顾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至圣的上帝，你用以色列的恶佬做你的宝座。阮的列祖倚靠你，因倚靠你，你有解救因。主啊，阮哀求你，有得到拯救。阮倚靠你，你无予阮直到见效。主啊，你是阮的溃烂，求你毋通离开阮远远，求你紧紧来帮助阮，因为阮的活命在伫你。主啊，阮的精力高大，阮的心神衰烂。主啊，阮勉力求救你，求你应阮，因为阮对出母胎就交托你，对阮出世，你就是阮的上帝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因为对咱出母胎，伊就看顾咱，因为伊就是咱的上帝。耶稣听你，属你。